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北港公益艺术节正式来点灯开幕。每一个灯区拢有特色，其中水道头的灯区传统结合着现代，特别邀请到世界出名的艺术家蔡宜平来设计着主灯，用公益投射的技术，让十角水塔展现新风貌。 特殊的光影投射，和十角的水塔表现出不同款的风貌。2023年北港光影艺术节点灯开幕，每一个灯区所表现出来的风景拢无同款。其中水道头灯区传统结合现代方式，让人感觉真新奇。我的比较大汉的呀，这个就是我的童年的一个生命摇篮一样的。我小时候在这边玩的时候啊，有看到有毛毛虫啦，有鸟啦。 将传统的文化做创新的传承，而且用白铁啊做的花灯，可以再利用，将来买当发挥艺术品的价值。我一直对灯会或是花博，我都觉得那种一次性之后就没有了，那我觉得很可惜。 今年北港光影艺术节真精彩，每一个灯区拢有特别的风貌，欢迎全国乡亲去北港欣赏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